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2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丁家硕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您，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我们来领受主你所赐下的精神米粮。主啊，我们在这边献上感谢，让我们在一天的开始就能够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的动力，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更新自己的灵命。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其中得以成长健壮，也看顾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到主你的手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9章，看见耶稣来行神迹，是来治好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这是第6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是延续于在第8章耶稣所说他是世上的光，也是在住棚节当中的那个光明，但是要神为世人所预备的真光，在耶稣的光里面就不在黑暗里走。那第9章就看见这个一生都住在黑暗中的瞎子、瞎眼的人，那耶稣要在他的身上来显出神的荣耀。在人来看，在明眼人来看，是他犯罪或是他父母犯罪才会这么悲惨，一出生就瞎眼。但是在神来看，是要让神的荣耀能够显出来。所以耶稣吐沫和泥在这个瞎眼的眼睛上，并且要他到西罗亚池去清洗。清洗之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完成的时候，那他就看见了。那但看见之后呢，却引来犹太人对于这个神迹的非议。他们不认为这样的神迹能够荣耀神，因为他们觉得行神迹背后行神迹的人破坏了摩西的律法，既然又在安息日来捣蛋，不让神的百姓安息。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怎么有可能行这么大的神迹，能够医好一个从出生就没有办法看见的人呢？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后面这一段的经文了。那先请家硕长老带我们来读24到29节。他们再一次把那生下来就失明的叫来，对他说：你必须在上帝面前说诚实话。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罪人。他回答：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我从前失明，现在能看见了。他们问他替你做了什么？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他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肯听，为什么现在又要听呢？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他们怒骂他：你才是那家伙的才是那家伙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上帝对摩西说过话，至于那家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他回答：这就怪了，他开了我的到这边，眼睛。好，先到这里，谢谢。好，那这个事件呢，引来犹太人不相信这个人是天生先天的失明，所以甚至还叫他的父母亲来。那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父母亲，如果我们是这个瞎眼的父母亲，我们的反应应该是，这个一生孩子出生的这个眼盲的这个遗憾呢，居然能够得到看见，应该是一个非常高兴，非常得到安慰，而且一个非常激动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父母亲做这样的反应呢，却好像不敢出声，不敢把荣耀归给神，不敢呃来为这个行神迹，替他儿子、替他孩子行神迹的人做见证，反倒于讲话变得非常的保守，并且呢，把这个责任呢，就推给孩子，说，他已经成人，你们去问他，那我们要了解这样的转变，就是这样子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做出判断，如果有人宣认耶稣是基督，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那这个赶出会堂就是所谓开除会籍，那甚至对犹太人来讲，就是没有办法进入那弥赛亚的国度当中啊。那所以呢，也才会造成这个父母亲呢这么样子的紧张。但是当他们从这个父母亲面前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证据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要恐吓人，让人能够附和他们的话，就是新生机这个人呢，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不是一个神人，是一个罪人。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个行神迹的人呢，来判罪，说判他在安息日医治病，那这样就可以把他来法办。但是呢，他们再一次把这个瞎眼的人找来说，你必须在上帝面前说诚实话。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罪人啊，那所以昨天我们有提到说，这个生来失明的人呢，他一开始对耶稣的认识并没有了解，那开始说他叫耶稣，后来呢，他又说法利赛人问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说他是个先知啊。但是呢，现在法利赛人呢不相信，那么他们硬要把耶稣说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啊。但是呢，25节，这个失明的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以前我是失明的，但现在能看见，所以这样子的证据呢，也不用去演，也不用去装，他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他身上作为他自己的见证呢是最清楚，那他也不用说谎，那所以他这样的证言呢，证据呢，没有办法来成立控告耶稣是罪人，反倒呢指向把这个神迹呢指向出一个记号，就是他失明，但是能够看见，那这只是一个神迹。那他们又继续问他到底替你做了什么？他怎么给你开了眼睛呢？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前面就已经问了，就已经问过，那这个瞎眼也已经回答过，所以约翰在这边记得很清楚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肯听，为什么现在要听呢？所以这个瞎眼的人呢，他反而呢回答的非常的犀利啊，那他有一点在指出这个控告他的人心态，就是你们明明就知道，那还要装作不知道，那这也是装睡的人就叫不醒，他们都是在演的，那么他只是要找人来陪他们一起演，来演一个可以控告耶稣是罪人的剧，但是他说，你们已经问过，好，为什么我还要再告诉你？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好，那所以这边这个瞎眼的呢，就在揶揄他们，好，你们对这个耶稣这么有兴趣，这么了解，你们也想要去跟他们吗？好，当然这是反讽的话。那但是这个瞎眼的说，我们知道上帝对摩西说过的话，对不起，那个法利赛人的28节，就被他激怒，说，他们就骂他，这个骂呢就是侮辱他，那这个侮辱他呢，到后面就越来越明显了，那但是呢，他们就是要反击，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耶稣跟这些站在耶稣这里，或是站在真理中光中的人呢，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击，说你才是那家伙，所以现在他们要把耶稣呢称为那家伙，那就是那个人，那个某某某，就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某某某。
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甚至呢，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可是这个人呢，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才是他们心中的真实的大白话，他们还分辨不清楚到底是从哪里来。但耶稣呢，在前面第8章有提过，若认识真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你们就会知道，是属真理的，就是属父的；如果是属谎言的，就是属魔鬼的。所以耶稣能够分辨谁是从神来，谁是从魔鬼来。但现在法利赛人呢，他们有所谓的圣经的真理但有圣经，但是没有进入真理，明白进入真理，所以他们分辨不出来耶稣从哪里来。那再请嘉硕长老他们来读30到34节。他回答：“这就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他只垂听那敬拜他并实行他旨意的人。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过有人开了生来就是失明的眼睛的。他若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他们斥责他：你这生长在罪中的家伙，居然教训起我们来。于是他们把他从会堂里赶出去。”好，谢谢，谢谢。那所以这个瞎眼的人呢，得医治的人呢，他又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意思对这瞎眼的人来讲呢，好，他已经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么多的人都自称是神的仆人，这么多的人都宣告是真理，那都是宣告神的救恩，但是只有一个人来开了他的眼睛。那对这个得医治的人来讲呢，那这个人呢就是神派来的天使来救他的，但是他心中有一个答案，但是他却反问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31节，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他只垂听那敬拜他并实行他旨意的人。所以这个神迹呢，原来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一定有人去跟神求，然后呢，神才会动这个功，让一个先天失明的人呢，然后得到完全的医治哦，让他如果以我们医学上来讲，以物理性来讲，那他这个眼球要恢复功能呢，这个不是要做多多的手术，也不一定能够完成，因为它里面牵扯到很多的关于这个身体生理上面的构造结构的破坏要怎么样得到复原。但耶稣呢，却没有行手术，耶稣呢也没有开刀，耶稣就只有吐唾沫和泥抹在眼上，再命令他走下去避世，走下去西罗亚池，差遣他，就让他的这样的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就得到医治。好，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手术吗？或是伟大的一个 operation， 是一个操作。但是他却回答说，神不会听罪人，只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明眼已经恢复视力的人呢，他要把这份荣耀归给神，因为来做这件事情的人呢，只不过是奉神的旨意来做的，是最后还是荣耀在神的身上。那32节他也说，从创世以来呢，未曾听过有人能开那生来是瞎眼人的失明的眼睛呢。好，那这也的确好。那在从旧约一直到约翰福音第9章，好，那但是这个记载呢，虽然在其他圣经当中，耶稣有治好这些巴迪买啊，好这个聋的啊，然后哑巴的啊，好瞎眼的啊，但是没有特别去强调这是生来瞎眼。只有约翰福音这里记载这是生来瞎眼的，好，那也是唯一记载的地方。好，那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好，那33节，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什么也不能做。好，所以这是一个
负负得正，好，那就是耶稣是从神来，所以他做了这个事情，或是他做的这个事情来证明他是从神来的。好，所以在这个瞎眼的人心中呢，好，他不再认为他是耶稣，好，他是罪人，好，或是他仅仅是先知，好，那他是从神来。那34节，好，那些法利赛人呢，好，真的是好被恼羞成怒，就斥责他，好，你是完全身在罪中的，好，那就是他们还是认为，好，你现在就算看见了，你还是罪人，好，那门徒的想法呢，已经反映出法利赛人的想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大家呢，不会挂在嘴上。现在法利赛人呢，直接拿出来羞辱他，你是罪人，你还敢教训我们？那不管他现在眼睛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带有色的眼镜标签呢，贴得非常的牢固，就是就算他是罪人，看见的还是罪人。那这个真的是法利赛人的盲目的心态。好，那接着再请嘉硕长老带我们读35到最后41节。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会堂以后，耶稣找到他，对他说：“你信人子吗？”他回答：“先生，请告诉我他是谁，好让我信他。”耶稣对他说：“你已经见到他，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向耶稣下拜。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使失明的人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在那里的一些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问他：“难道你把我们也当作瞎眼的吗？”耶稣回答：“如果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既然你们说我们能看见，那么你们仍然是有罪的。”以上。谢谢。那这个赶出会堂，就是前面所说的开除他的教籍。好，那犹太教的籍，好，那之前有提过，有的开除是30天，好，有80天，有90天。好，那但是呢，这个开除呢，好，等于是一个大事情。好，那这个大事情，那所以引来耶稣都听到这样的风声，所以35节。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会堂，好，所以不是把他从这个礼拜堂赶出去，是宣告，好，向众人宣告这个人是个罪人，他不能够得赦免，不能够进入弥赛亚好的国度当中，好，是一个外邦人，好，是一个杂种的，好，这个犹太人很会去侮辱这些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好，那耶稣听到之后呢，回过头来找他。好，一开始第9章是遇见他，好，门徒的对话引起耶稣好的行动，好，要来显出神的荣耀。那这个事情呢，显然没有荣耀神，所以耶稣呢又来找他。那所以这个是回应明天第10章，耶稣是好牧人，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他也听羊的声音了。那他会去找他的羊，所以他来找到这个羊呢，就对他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法利赛人问来问去呢，问不出一个关键的问题，但耶稣就问他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信人子吗？你信人子吗？那在原文有地方写人子呢是神子，你信神的儿子吗？所以人子神子，那这两个可以在耶稣的身上可以互通。好，你相信人子就是神子吗？那人回答：主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对耶稣的称呼呢，好，现在称他是主啊。那前面说他第一次叫他耶稣，第二次叫他先知，好，那第3次呢，叫他从神来的，好，现在呢叫他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被治好的人呢，他对耶稣的这个信心呢，或是态度呢，一层一层的往上爬。可是法利赛人、犹太人呢，对耶稣的信心态度呢，却是一层一层的往下走。那这个是2个截然不同的路。他说：“主啊，人子是谁？请告诉我，好让我信他。”好，所以因为耶稣问他：“你信吗？”那他说他想要信，但是他不晓得这个是谁。那
耶稣呢在这边做了一个很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好，37节说，你已经见到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好，那这一句话虽然耶稣之前都会用我是，好，我是，但现在呢，他把自己呢变成第三人称，好，你看见了，而且呢，你还跟他说话了，好，就是他。那这个他呢，就是站在这个瞎眼人前面的这位耶稣啊。所以我们在看他的下一个反应是主啊，我信。然后呢，下一个动作就向耶稣下拜哦，向耶稣下拜。那在福音书当中，有向耶稣做这样动作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瞎眼，另外一个是在马太福音20章，西比泰的妈妈带她的2个孩子，来向耶稣下拜哦，下拜。那这些会懂得拜耶稣的人呢，他们都就是用拜上帝的方式来拜耶稣，用这样的动作呢，来相信耶稣就是神。那今天我们的拜耶稣当然不是用这种下拜，下拜的意思就是匍匐趴在地上，有点像伊斯兰教匍匐的这样子。今天我们不会用这样的匍匐下拜，但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态上，我们的态度上，应该是面对耶稣的话，面对耶稣的道，就是他的肉和他的血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要匍匐下拜，用同样的心态来顺服耶稣。所以这个瞎眼的呢，耶稣说你看到他，而且你跟他说话，那他马上就完全的领悟过来，原来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差来的。所以耶稣接受他的下拜。39节，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使失明的能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了。那这耶稣再次提到说他来是为审判。在第5章毕士大池这个瘫痪38年的耶稣也回答过说，子不能凭自己做什么，看见父做的他才做。那父要他让他知道更大的事情，就是人要复活，而且呢，父把审判的事呢全部交给子啊，相信的就有永生。好，那不相信的呢，就被定罪。好，那相信的呢，就出死入生了。所以这是耶稣他在审判上面的权柄。权柄。所以他的审判呢是公平的，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父的意思。所以耶稣的审判呢是完全没有自作主张，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审判，神的标准，神的原则。那耶稣的审判呢是要让不能看见的看见。好，那这里呢双关语就是属灵上面的失明，他要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但对这个瞎眼的天生瞎眼来讲呢，他是双重的看见。他一生在黑暗中，如今他见到光明，而且呢，他的属灵里面的黑暗呢也光明。所以还有一个 bonus， 就是他还看见了主耶稣。但是呢，另外一个呢，耶稣的审判呢是让不能看见的让人能看见的反而不能看见，就是失明。好，那就是他是依靠肉体的呢，依靠肉身的眼睛，他就没有办法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耶稣不是期待他们看到这个传道的耶稣，耶稣期待他们看到是那个坐在天上从天而降，在圣父右边的那一位耶稣，或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一位耶稣。这是他们希望耶稣希望人能够看见的。这是耶稣的审判。但是这样子的真理教训呢，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还是会到处去找耶稣，到处去用肉体去寻找。因为在约翰福音第7章，耶稣也是有提到说，他的审判呢，不要凭外表断定是非，要按公平。外表就是肉体，我们如果用肉体呢来断定，就是要来追随神。哇，这个
跟随耶稣的这个教会人好多，好，那这个教会一定有耶稣。这个教会呢，只有小猫两三只，这个教会一定没有耶稣。这就是按外表、按肉体来断定是非，但是要按公平、按真理。这个小猫两三只的教会，但是他们有神的道，正确的传扬神的话、神的教训，那就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很容易呢，用人数、用金钱、用外表、按肉体来断定这个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哦。40节，在那里的一些法利赛人，所以耶稣跟这个人对话呢，旁边还有人，他们也听见耶稣这样的话呢，然后呢，他们自己对号入座。那他在说我们吗？难道你也把我们当作瞎眼的吗？那他们对号入座，他们总算说对了一句话，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做了这么多的假见证的陷阱题，但是呢，现在他们终于听懂耶稣不是要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却呢偷听的时候呢听到，难道我们也是瞎眼吗？什么让不能看见的看见，让能看见的反而失明？耶稣是最后一节，耶稣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跟这个人一样，你们呢就不再有这个所谓的罪，因为这些人所认为的罪呢，是咒诅，但是耶稣所认为的罪呢，不是只有咒诅而已，是这个没有上帝荣耀的罪，亏缺了，缺乏了神的荣耀，所以你们在罪的当中。但现在你们说我们不是瞎眼，我们能看见。但是你们看见了神的儿子，却看不出来，真的就是瞎眼的，不仅是瞎眼的，还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最后一句说，你们仍然是有罪的。那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就说谁犯罪。现在这个第9章的最后一节呢，罪呢不是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虽然这个人被法利赛人判为有罪，赶出教会，开除会籍，可能永远不能进来这个犹太人的殿会堂，但是呢，现在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表示呢谁定谁的罪呢？不是耶稣定这群人的罪啊。因为耶稣说他不定人的罪，第8章一开始就他也不定人的罪，他来不是要审判人，第3章神爱世人，不是要定人的罪啊，是要叫人罪得赦免。现在这一群人被定为有罪呢，不是耶稣定的，是他们自己定的，自己用自己的话定自己有罪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的很真实的教训啊。那今天的金句呢，在39节，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使失明的能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肉体的眼睛去做判断，而是要用真理，用世上的光，来驱走一切的黑暗，才能够把东西看得清楚。那今天的感受呢，我们有一句台语说：“读册读到卡加偏”，就是把书呢都读到脑袋，不是读到头脑里，读到背上去哦。那这些读圣经的法利赛人呢，真正读到卡加偏，把圣经呢背在身上，没有放在心中，所以有眼不是耶稣，就算是了耶稣，也不知道他是基督。但生来瞎眼的人呢，却真实看见耶稣，还真实的信耶稣是基督。这2个对照呢，真的是太讽刺了。那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共读第25天，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体会感受，就是越读越看见光明了。若有，感谢主，这就是世上的光，是上帝的话在光照我们的黑暗，让我们能够越看见耶稣基督是光。那但是如果我们有看见光明，我们今天要如何帮助人来相信人子是神子呢？因为我们的信心还要能够奉差遣，能够希罗亚，就是能够传送出去。那祈祷，我们看见这个失明的人，他不是犯的罪，而是要在他的罪的有罪的身上呢，显出神的荣耀。
那明眼的人呢，自以为能够明辨，看得清楚，结果呢，自己定自己的罪啊。所以我们应当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像约伯他以为他什么都看见了，跟神 argue，那跟神要挑战，要辩论，结果呢，当神真的像用旋风中，神对他来提问的时候呢，他才说：“我从前都只是不过是风闻有你啊，如今呢，才亲眼见你。”就是这么多的苦难呢，这么多罪恶的事件呢，环境呢，最后神的话就是那个光，那就是照亮他心中的黑暗，他就在炉中懊悔啊，在灰烬当中他懊悔，就是他真的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失明的。那也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了。”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神，不是用我们肉体的眼睛看见，而是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失明的，承认自己是住在黑暗中的。我们需要有以赛亚书说的，有大光来照我们，我们才能够得见光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光，世上的光，也感谢你差这光来到世上，不仅照亮黑暗，还要让人重见光明，能够看见永生复活的盼望。耶稣来到世上是为审判，但是这审判不是在地上的审判，而是将来耶稣要从天再来的时候，那最后的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审判台前，我们都能够已经不再是依靠肉体的眼睛，而是能够依靠真理，依靠真光来看待世上的每一件事情。愿神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苏醒，也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能够来敬拜他，并且把这样子的福音好消息能够传送给更多的人。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在今天的各样的工作、学习，还有聚会，以及晚上的祷告会，也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嘉硕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